阿里山的林业铁路今仔日是通车满115周年，特别甲这个旧车换新衫，设计概念是以台湾特有的鸟仔类阿里山迎宾鸟做设计灵感，推出这个虎翼号列车，用这玻璃做架景，明年4月民众就当坐着这款的火车，游览到这阿里山的风景。 伫新火车舞头前来翕相，这台有蓝色甲白色车壳的新火车，是阿里山临时用旧车厢改装的蝴蝶号。车壳的色水是参考阿里山迎宾鸟、公鸟身上的蓝色，感觉是较黄色。车厢内底有规个包厢，驾驶的所在，搁用玻璃做架景，或者人会当有无共的感受。 透明的驾驶室隔间，然后还有可以旋转的，这组列车有5列，那我们今天就是然后还有一些贴心的设计，比方说杯架，还有那个充电口。那许愿号跟福生号呢，未来我们会作为邮轮式列车的服务。 那由于我们受限于我们的这个人力啊，我们也会征求民间的专业团队来做经营。为了要庆祝林铁通车111周年，林铁除了小改新的火车，嘛来启用已经整修好势的北门车站。现场就有退休的员工讲，50当前结婚的时阵，就是为遮坐车去到喷机湖。即马看到新的月台甲火车，感觉真欢喜。阮当时来坐迄个车站，嘛是伫即个月台遮啊。 即摆佫改建过，差足济啊，美轮美奂啊！林铁文资处表示，阿里山铁路全线通车，除了加强铁路安全，嘛有整修车站，另外嘛要提升林铁观光的品质。经过2年2个月的时间，虎翼号总算完成改装甲试车，按算明年4月投入服务的时阵，会当互民众有新的感受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